主席，呢一份施政報告咧嘅序言同埋結論咧，明顯地咧就係將呢一個施政報告變成一個政治鬥爭嘅綱領。梁振英咧喺裏邊咧就講咗點名啊，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官方刊物《學院》呢一本《香港民族論》。咁我喺議會咁耐都好少見到啲咁樣嘅情況，係用施政報告作政治鬥爭嘅。咁今朝咧有一份報紙就報導，就話政府消息稱，施政報告嘅引言及結論部分由梁振英親自撰寫。主席，我想問一問梁振英，呢一個本來冇人知嘅《香港民族論》呢本書，俾佢上綱上線，變成一個政治鬥爭工具、意識形態嘅鬥爭。呢本書而家賣斷市啊！賣斷市啊！呢個本來就係一個偽命題，香港冇人搞緊香港獨立。我想問下梁振英，佢咁樣嚟到去做，係咪就係為咗凸顯自己能夠有個維穩嘅作用，越嚟越鞏固？但係呢，佢有冇諗過，如果佢咁樣虛報軍情、欺君犯上呢，佢後果好堪虞嘅。主席，行政長官。主席，我先回應一下梁家傑議員提問嘅最後嗰兩句説話。所謂虛報軍情呢，大概就係講我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社會情況。事實上呢，我本人同埋特區政府呢係非常樂意安排社會上各方面人，包括呢全體立法會議員，亦都包括梁家傑議員本人呢，係直接同中央官員呢就香港問題對話嘅。奈何呢？譬如舊年4月嗰次呢，我哋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去上海，同人大、國務院同埋中聯辦嘅負責官員見面呢，得唔到梁家傑議員嘅支持。咁所以如果梁家傑議員佢係擔心特區政府有虛報軍情嘅話呢，我睇最好嘅辦法呢就係爭取多啲機會，尤其呢當特區政府提供咁嘅機會嘅時候呢，係能夠參加呢類嘅面對面嘅交流會。中央對香港嘅情況呢係十分清楚嘅。所以梁家傑議員提問嘅最後嗰幾句説話呢係絕對不成立，而且梁家傑議員呢過去自己亦都冇爭取呢啲機會呢，係向中央反映佢認為香港嘅存在嘅實際情況。我喺序言嗰度呢係講香港嘅機遇同埋呢我哋要做嘅抉擇，同時呢無論經濟問題或者係政治問題呢，我哋都要有所警惕。警惕係乜嘢呢？就係我哋唔能夠偏離香港嘅體制同埋憲制嚟到處理香港嘅政治事務。喺政改問題上，我哋一定咧要符合基本法同埋符合咧人大常委會有關嘅決定，我哋先至向前行。因為舊年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呢，好多人提出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咁所以呢，今日我哋普選唔知能唔能夠成事，就係因為呢大家對基本法嘅規定呢嗰個理解呢係有偏差，因為基本法嘅規定呢就係普選呢之前呢係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提名，而呢個提名權呢係專屬提名委員會嘅等等。咁所以我哋必須點出嗰個憲制嘅重要性，係呢個呢就係我喺引言裏邊點出呢個問題嘅原因。至於有一啲青年學生佢提出香港自決啊、香港獨立啊，甚至香港建國建軍呢，我睇梁家傑議員與其問問題呢，不如表示一下佢支持不支持呢啲論調。梁家傑議員，主席，梁振英完全冇答到我嘅問題。我問呢一本施政報告嘅序言同埋結論係咪佢本人去撰寫？利用一個港獨嘅偽命題嚟到鞏固佢自己喺香港發揮維穩嘅作用。我亦都想講，既然梁振英叫我答啊嘛，
學生喺度寫幾篇文啫，驚到要喺施政報告佢親筆嚟到喺序言同埋結論點名批評，係咪而家言論自由都唔得啊？學術自由都唔得啊？連年輕嘅學生寫幾篇文章都咁大嘅反應，係咪虛怯嘅表現啊？主席，我想佢答返我，佢未答我嘅問題。行政長官。主席，梁家傑議員迴避咗佢是否支持呢啲學生文章就有關香港憲制地位嘅論述。我希望梁家傑議員有時間有機會嘅話公開講俾香港人知道佢是否支持呢啲論點。至於言論自由同埋學術自由呢個問題根本完全同我施政報告裏邊第9段、第10段嗰個論述係無關。我哋確實生活喺一個言論自由嘅社會，我多次講過言論自由係我哋嘅核心價值，我哋捍衛言論自由。但喺呢個言論自由嘅環境底下，任何人提出任何嘅論述同埋主張，其他人都可以參與討論，呢個係言論自由嘅精髓。梁家傑議員確實唔係好重視整個施政報告嘅製作同埋尋日我哋嗰個發表工作。如果梁家傑議員尋日係有留意我開咗幾場記者招待會嘅話知道我已經答咗新聞界嘅問題，就係我哋呢本施政報告，正如過去嘅施政報告一樣，係我同整個特區政府嘅團隊大家嘅集體工作，而到最後審稿定稿嘅工作，因為呢個係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當然係我自己嘅責任嚟嘅。麥美娟議員，如果梁振英理解呢個香港民族論係香港獨立論嘅話，我喺呢度立此傳召，梁家傑係反對香港獨立。梁議員，議員。